前，阮同心来祈祷，恳求圣神帮助阮的今仔日的事奉，无论是圣光会，无论是事会，无论是教会，事情，阮会家己做你的面前，用敬畏的心来献阮家己，阮的声音、阮的心思，甲阮的祈祷。愿主你通为阮的事奉，互今仔日阮的兄弟姊妹得到服侍，也伫阮敬拜的时，每一个人拢享受上帝你对天灵来甲阮陪伴属灵的恩赦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，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，愿主你甲阮同在，祈祷我家所有性命，阿门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伫个圣主日，会当伫个遮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耶和华是神，应当受大阿乐。耶和华是神，咱着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伊。咱做伙来唱这首尽情的敬拜。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。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颂赞，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，神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，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，神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，举起我的心，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愿咱的生命会当来回应上帝的疼，愿咱会当用诚实、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。求主为咱造清洁的心，互咱内面有活心正直的心。求主引带咱行正义路。咱做伙来唱这首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》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
起用祷告的心再唱一次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。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，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，使我走这一路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，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的囝儿、查某囝，伫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为阮做清洁的心，互阮会当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互阮会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。愿阮嘴所吟的诗歌，阮的心所想的心思意念，拢会当合主你的心意，求主你来引带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唱这首《一颗谦卑的心》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颗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颗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颗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
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，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，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，着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，因为耶和华是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。请大家吟圣诗69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耶和华是
咱永远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用告白。我是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藉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对巴岛入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落阴府，下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咱带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13篇。启应文13篇，诗篇51篇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擦消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也洗清我斗无罪。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，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尔。伫你的目睭前行即号歹，你到你讲话的时，显明做义。判断的时，显明公道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，伫罪的中间，我的老母怀孕我，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。伫我的腹内，你要互我得到智慧。求你用牛切草洗我，我就清气，求你洗我，我就比洗较白。求你，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互我所在阿姊的棍通欢喜，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擦消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，互我创造清气的心。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有罪人就要归顺你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我的姊要大声吟诗，学了你的字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唇，嘴唇要好用你的好名声。因为你无爱祭物，若爱我就要献。小姐你也无欢喜。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神。上帝啊，忧伤痛苦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咱再来三甲吟圣诗，圣诗157首。造化的神，你自早时，请咱一个吟全首。
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圣洁、公义、怜悯的阿爸天父，阮俄勒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百姓，做你的囝儿。感谢你看顾阮的每一日，你知阮每一日的需要，阮的软弱。你赏赐阮有教业的恩典，伫生活中虽然有顺境有逆境，总是有你的陪伴。阮会当倚靠你，成做阮的避难所。主啊，伫阮的生活中有真侪的试炼引诱，嘛有侪阮家己掠做家己的熬。伫生活中总是有意无意来得罪你，恳求你来赦免，嘛求你怜悯阮的软弱，赏赐阮有清气正直的心，用你的慈爱来撤销阮的过失。帮助阮会当过分别做成的生活，伫阮的软弱来得胜来夸口，嘛恳求你将活命的道路指示阮，因为阮深知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阮爱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俄勒请圣歌队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圣经诗篇25篇14节到15节。诗篇25篇14节到15节。第14节，耶和华甲敬畏伊的人亲密，搁要将伊的约指示因。我的目睭常常向耶和华，因为伊要互我的脚脱离罗网。再来看一个圣经，雅各书第1章14节到18节。雅各书第1章14节，逐人拄着刺，拢是互家己的私欲所迷所着。私欲已经怀孕，就生出罪恶；罪恶已经长成，就生出死亡。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无伫错误。见若好的赏赐甲完全的恩赐，拢是对顶面、对正行光的爬落来。伊无变化，也无转势的影。伊照家己的意思，捌用真理的道生咱，要互咱伫伊所做的中间，做亲像头水的果子。敬德，远离致命的吸引力，请怎么说？所听的弟兄姊妹平安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耶稣伊甲咱祈祷中间的一句话。伊甲伊学生安尼祈祷讲：求你帮助我，毋通叫我入入去，就叫我脱离迄个歹的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远离试探，是一个足要紧的人生的智慧。但是咱伫人生中间，常常也因为试探来跋倒。耶稣甲咱的祈祷，伊知影人有人的软正，所以就用小事咱开拓的圣神甲上帝来求讨，求圣神帮助咱。今日咱所读的圣经，我要甲书会甲咱兄弟姊妹讲歹势，因为牧师写伫周报顶悬的经文，雅各书应该爱对第1章12节读起，因为今仔日整个圣经只有9节。那对于雅各书第1章12节读起，伊讲拄着试探来忍耐的人，因有福气。意思就是要伫咱拄着试探的时阵，咱来坚守圣洁的原则。这段9句的圣经中间，前2节甲圣经的上尾2节，拢咧讲因果的因。雅各书第1节12节，第1章12节到第15节。是咧讲起果，果就是咧讲起拄着试探的中间，到底是得胜也是跋倒。因就是咱若要得胜，就爱倚靠圣神注目来看上帝。等一下我会甲咱分享即个圣经应该注意、甲应该感动的所在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的主耶稣已经伫旷野的试探、禁止祈祷的中间。赢过迄个魔鬼黑暗关系引诱，主啊，也求你赏赐我赢过试探所有的结局。我嘛要甲兄弟姊妹提醒一项代志：如果你若真正爱你的囡仔，你爱做一个得胜的爸爸妈妈。换一句话就是，咱爱伫咱人生中间所拄着侪困境甲试探的中间。互咱的囡仔看到，人生是有可能拄着试探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正经的人。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伫艰难的中间，伊犹原有伊的神，有伊的上帝甲伊的三角地带。兄弟姊妹爱教咱的囡仔，所以圣经讲，着趁恁的囡仔也会当教的时，来教恁的囡仔。当咱的囡仔也未受到这个世间的价值观念来扭曲的时阵。因所听的话常常无意中，因咧学讲话中间就听到广告讲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咱爱用圣经的话，就亲像保罗讲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。所以咱人生中间，毋是逐项拢通做，凡事应该爱追求，就是有利益。凡事都造就人，
愿天父上帝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帮助兄弟姊妹，恁真做一个尊贵的父母，伫恁的囡仔的面前受恁的囡仔的尊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这青年，恁是代表上帝，毋是干代表恁的爸爸妈妈，恁是代表上帝，较赢过代表德堂教会。有一日恁若出外去，我相信伫第2站，人若听到讲你是对德堂教会来的青年。应该伫咱长老教会系统的人，因拢会讲：哦，恁是对德堂教会来。因为咱的教会伫1300间的德堂伫长老教会内底，咱有受人注意。因为咱的教会捌经过流目屎，捌拄着困难，但是因拢真好奇，伫庄脚的教会，为什么会通有即种的生命？我嘛望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努力。50年后、100年后，咱的德堂教会有缘有好的见证，甲上帝伊所赏赐咱生命的充满。因为咱活伫这个世间，咱也无注意，魔鬼就亲像好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生活伫一个充满试探甲引诱的时代，要警醒。祈祷毋是做参考。耶稣已经教咱讲，毋通叫我拄着刺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。咱当心用祈祷来准备领受圣经的话，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你要教你的学生安尼祈祷，阮深深记伫阮的心内，因为阮知影伫人生的道路顶悬，决志做好人。有时阮无一定会通照安尼，阮由不得阮的时有真侪试探，但是今仔日阮进入你的圣殿，阮对你恳求，因为你的名声，因为你的国临到，因为你的旨意伫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要穿属灵的军装，阮要警醒祈祷，阮要致意做一个分别最圣的基督徒。所以伫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，当这个致命的吸引力出现伫阮的目睭前的时，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阮会通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无才调，但是我靠你，阮就有能力。愿你帮助我，帮助阮，帮助阮的囡仔，到代代，阮拢是敬畏上帝的家庭。我要恭敬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厝内的主权，甲阮的心门，向你拍开，求主你掌权来教阮圣洁的功课。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除了今仔日这个9节的圣经在以外，各有1节的圣经来回应诗篇诗篇25篇的第15节。诗篇25篇15节讲：我要注目看耶和华。圣经中间有一个约伯，但一个咱要伫约伯记第31章，咱读到一句话，伊讲：我甲我的目睭立约。我若看到水查某囡仔，我袂亲像猪哥流喙烂，目睭定咧拢目睭刷袂开。迄句话讲了足水，伊讲：我甲我的目睭立约。我无要因为看到一个水的查某囡仔，我用一个邪念的迄种的念头来看伊，用歹的意念来看我目睭前所拄到的情景。约伯是一个真敖祈祷的人，圣经有真侪话，拢是真宝贝。今仔日代表讲，我要注心看耶和华。约伯伊所讲，我的目睭，我甲目睭立约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讲，我甲上帝立约。我若看到迄个引诱临到的时阵，第1秒钟，第1秒钟由不得我，因为我生活伫一个充满致命的吸引力这时代。但是第2秒钟，我马上就安那，眼睛远离虚假，我的目睭，我甲我的目睭立约。我若看到迄个引诱的时阵，我无要受伊迷惑，我马上做一个决定，这叫做第2秒钟的原则。所以，兄弟姊妹爱教咱的囡仔，就亲像咧注预防针，咱拄到这个致命的吸引力。
这个生命的吸引力是真可爱、真水，就亲像真侪包装的物件。咱若看到水的包装，咱就想要摕来用，咱就想要甲伊拍开，咱好奇迄个内面到底是甚物物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牧师的感动甲圣经的分享，会当真侪恁属灵的智慧甲帮助。中文的中间有人有一句话，一个词叫做“飞蛾扑火”，飞蛾扑火。咱知影伫暗时，咱来点电火，有真侪蠓虫，迄个蠓虫，迄个飞鸟，伊就会来安那，因为趋光的作用，伊就会来安那，来受吸引。这句话咧描写人伫情欲的引诱中间，有一种倾心的留恋，无法抗拒的魅力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常常为着咱的心思意念祈祷，常常放手伫咱的心目睭祈祷，就亲像约伯讲：“我甲我的目睭立约。”咱做基督徒听讲道、读圣经、灵修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上帝的话代表安尼讲：你的话要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我无过再做一个飞蛾扑火，迄种互致命的吸引力来吸引，就亲像参孙，伊看到基路，伊一世人较惨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有真侪故事拢来帮讲起人的本性。是容易受吸引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，因为今仔日的雅各书第1章18节讲，上帝用伊的意念，上帝用伊真理的话，伊讲用真道生活。好好本的圣经中文的翻译讲，上帝用真道来生出伊的子子。迄个真道原本的意思就是真理的话语。因为真道伫咱的中文是一字，但是伫原文是讲真实的真理，对真理所出的上帝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用上帝的话甲上帝立约，用上帝的话来教你家己，用上帝的话来教你的囡仔。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领受一个功课。什么叫做试探？真侪人甲咱讲，只要你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句话就好亲像咱看到创世纪第3章，迄条蛇甲亚当甲夏娃讲，上帝敢有安尼讲嘛？魔鬼伫迄个所在发出一个欺诈、欺骗、迷惑。魔鬼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欺骗，伊会阻挡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伊会扭曲上帝的话。伊会斩断上帝甲人所立的永生的迄个约定。所以迷惑最重要就是要带人脱离上帝。迷惑最重要就是互人否定上帝的主权。迷惑最重要的就是互人骄傲，互人贪心，互人生出迄个歹胎，咱讲心怀鬼胎。魔鬼将伊的念头放伫人的内底，人就生出一个意念，不好的念头出来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常常用经圣来读上帝的话，也互上帝帮助。拄则伫遐要祈祷之前，牧师有甲咱提醒讲，圣经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安尼写，伊讲魔鬼亲像好塞四界行，要找伊会通吞食的人，咱就是伊的对象。魔鬼无要吞食遐伫世间已经安那，已经是情欲满满的人，因为魔鬼无需要吞食因。因为因原本就互家己吞食，但是魔鬼知影有一个人是上帝小命命分别做成基督徒，所以兄弟姊妹，魔鬼上爱搅扰咱，伊伫正人的中间咧找会通吞食，其实伊上爱上帝的子子跋倒，互上帝伤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即个试探即个字，咱知引用即个字原文叫做多罗斯。多罗斯即个字。拄则牧师甲咱讲，魔鬼嘛是即个意思，就是欺骗，就是狡猾，就是诈欺，要互咱离开上帝的话，要互咱放左向右，找无人生的方向，要互咱毋知咱家己的身份是甚物。上帝讲，你们是光明之子，但是人本性中间有流浪的个性，所以圣经耶稣才会讲起浪子的故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即个引诱的中间，咱深深知影，伫人生中间上容易拄着，我感觉即几项，
第一就是贪心，贪心容易有诈骗集团勾着鼻子走，恁有同意吗？人若无小贪，真少较袂去用骗去啦。当然嘛有诶，因为今仔日的骗术太高明了，伊毋是用小贪，有时讲你的账户去互人盗用啊，所以你的政府要接管啊，你就要安怎做，你当确保你毋是小贪。但是人拄着试探的中间，常常即三项：骄傲、贪心、情欲。兄弟姊妹，屡试不爽。咱毋通上可惜。咱虽然已经信主，兼在咱伫教会内底嘛有任职，但是有缘有可能会失觉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常常警醒，常常祈祷。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我请问恁。恁的意见领袖是啥物人？兄弟姊妹，伫你人生中间，恁若拄着艰难的时阵，恁的意见领袖是啥物人？恁第一个想着，敢会想着上帝？恁第一个想，恁敢会想着牧师？伫恁的生命中间，恁愿意啥物人做恁的指导者？常常想讲，伊是我的帮助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捌有一段时间，真常常安尼讲。只跟神开口，不跟人开口。你捌听过这句话无？咱的教会捌真善，咱的教会捌真欠过，常常都爱讲伸手、讲拜托、爱讲募款。但是后来咱的教会有一种的自我的这种的荣誉感。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若爱这间教会做乞食，你就互这间教会做乞食。上帝，阮要学习一个信课的功课，就是只跟神开口。不跟人开口，兄弟姊妹，圣神是咱上好的指导者，是咱的咨询的对象。常常祷告，常常读经，兄弟姊妹爱养成这种的习惯。牧师毋是无爱做恁的帮衬，甲恁的朋友，毋是。牧师真爱听到恁讲，牧师啊，我都拄着这个，啊，我应该安怎做？牧师本身的职分，就是陪伴咱。当咱拄着任何情境的中间，都爱读圣经，明白讲圣经怎样讲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当咱拄着试炼的时，人的那四种，我、自我、甲圣神会伫遐拔河。恁敢有有这种感觉？好歹，好歹，伫迄个所在举足不定，咱会感觉毋知道怎样做较好。这叫做试探的引诱力啊！英语叫做 temptation， 就是试探的 temptation 就是张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迄个骄傲、迄个贪心、迄个情欲，拢是对人的心思意念出来。所以2000年来有真侪灵修的教父、教会的属灵的，咱来讲属灵的导师，因咧讲起拄着试探的5个步骤。但是我甲咱分享，兄弟姊妹，你就知影讲哦。这个属灵的爸爸、属灵的导师，因其实对人性的本性讲了足好。拄则我有甲咱讲，第一秒钟就是你看到一个物件闪过，你拢还袂决定真正迄个物件对你就吸引住你的注意力。迄个时阵人也无犯罪，迄个叫做试探的开始，迄叫做攻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知影一项。拄则圣经咱无咱对读书读起，伊讲逐人拄着试探，拢是对家己的私欲所迷惑。试探已经怀孕，就生出罪恶；罪恶已经定根成长，就生出死亡。这个讲的死是指灵魂的死，性格的死，就是德性的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来注意咱家己的心思意念。人的情欲不是只要我喜欢。都什么都可以做，所以保罗才会讲，伫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内底，凡事都可行。但是注意，保罗伊最要紧的一个关键，不都有益处。咱做代志，凡事爱追求，就是会当造就人，会当造就家己，会当利益着我的灵命的成长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灵修是安尼，查经是安尼。做礼拜嘛是安尼，最重要
就是互上帝话真理的道来光照咱的内心，生出来各种的恩赐。所以咱《堂雅各书》第1章17节，伊讲各种好的恩赐，甲各种娇美的礼物，拢是对天顶上帝所赏赐。伊是世间的真光，伫伊无通倒闪、无灯色的影，无影无食的物件，伫伊的面前拢无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伊照着家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话来生出伊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每一摆听讲道、做礼拜、读圣经所得到的感动，照安尼去做。感动若无行动，迄个感动是无结果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上帝的真道伫咱的内面。伊讲要用伊的真理甲伊的念头生出咱，甲魔鬼同款。咱毋是心怀鬼胎，魔鬼嘛要引诱咱，将歹的意念放伫咱的内面，将垃圾的观念放伫咱的内面，将迄个毋知影通歹好歹见效。毋知通见效的迄种的心思意念，放伫咱的内底，直到咱袂记得，咱是耶稣用伊的宝血，甲咱带倒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今仔圣经应该对着安尼读起，伊讲拄着试探来忍受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生命的免流，因要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伫什么时阵？伫到天堂的时阵，上帝讲好过尽忠的囝儿接来，上帝将伊荣耀的衫，就甲咱穿伫咱的身上。伊叫天使就带咱到伫伊的宝座的边仔，讲即个位重要的位、贵重的位，是要互你坐。伊将伊的无甲咱滴伫咱的生命中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来用这个圣经来做咱的学习，用这个圣经来做咱的祈祷。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深深来学习一个得胜的功课。拄着试探的时阵，咱会拄着什么种的5个阶段？用我用大概第5、6世纪的教父时期开始，就有这种灵修的教导。伊讲起人的logos，恁会听起牧师捌甲恁讲起心思意念伫圣经中间有一个字叫做 logos。logos 这个字其实就是逻辑，这个 logic 逻辑的字根。愿咱对这个中间来知影，人会变歹有5个阶段，关键时期是伫第3个阶段。第一，咱看到水面，咱看到情欲的物件，迄是一种的攻击。当一个攻击之来时，牧师拄则甲咱讲约伯，伊讲我甲上帝立约，我甲我的目睭立约。我若看到水查某囡仔的时阵，我要用清气的心来看伊，我无要用迄个邪念的无好的想法来看迄个。有真侪人伊无人甲伊教，所以后来伊就慢慢受到即种的引诱，所以摕手机去甲人爬电梯的时阵，会摕手机出去甲人翕。这拢是一个伊本身无愿意做，但是当伊拄着攻击的时阵，慢慢伊心中的念头，无人甲伊动，无人甲伊教，无人甲伊提醒讲，你有尊贵的念头，你有你的太太，你该要的是这种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受到攻击是第一个开始。你我咱拢会，特别我活伫今仔日这个时代，由不得咱啊！恁后咧用网络的人，恁拢会注意到。这礼拜我因为满个65岁，头一届得到重阳节礼金。伊讲你若要领重阳节礼金，你会当上这个网站顶悬，你甲输入你的资料，就会自动拨款给你。我点入去竹塘乡的这个民政课，点入去拢清凉的照片啦。对台湾头到台湾尾所有的公所，大家向头拢总有漂亮的小姐相片，多伫迄个。我紧打电话甲乡公所讲，恁的网站，咱的网站可能怪怪哦，因为有可能接电话的人多晨会，所以迄个姊妹，咱拄着这个攻击是，咱活伫这个时代，其实毋是这个时代，伫逐世代拢会去拄着。这个时代特别严重，这叫做致命的吸引力。第二，迄个一闪而过的剧情，有可能永远抹不掉，因为伊会伫你的内心开始甲你对话。
所以咱的属灵的老爸讲，你若看到某一种的情景的时阵，你的心内开始，你的念头左右跑跑跳，迄个时阵爱说字，迄叫做起了心动了念。起心动念的时阵，一个若常常甲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，像今仔日的圣经诗篇25篇的第14节，伊讲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甲伊亲密的人，上帝要将伊的约来指示伊。若是一个敬畏上帝、甲上帝亲近的人，伫迄个起心动念，人的念头开始走出来时阵，上帝的话会真主动。会甲咱提醒讲，这个是诈骗集团，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网站，这是有危险，你真的要再进去吗？你们对不对？有这种警告的这种的软体会甲你讲，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，你要小心，你真的要点进去吗？上帝的话就亲像今仔日诗篇25篇第14节，伊讲上帝将伊的约，就指示伊的行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敬畏上帝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当咱拄到这迷惑的时阵，上帝的圣心会甲咱提醒讲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圣心甲上帝的话，伊就伫咱对话的过程顶端来提醒咱。第三，同意或不同意。第三个阶段，人就有主权决定讲，伊要接受歹，还是要接受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的人生中间拄着试炼，有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时刻，就是咱抓着天国的锁匙，上帝所予咱伊的话，就是这个锁匙。咱来开着门，关迄个歹的门。咱教咱的囡仔嘛是安尼，咱来教咱的囡仔用上帝的话，开着门，行着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趁咱的囝儿要搁咧学习的时阵，趁要有光的时阵，带因行伫光明的中间，来学习如何行使这个同意权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一旦拍开迄个门，若是引诱，那个叫做破口，人开始就承受心内的破空，较济弹入来，就留袂掉。圣经讲，因为恁的落地啊破去，因为恁的裤网破去。所以较济的辛苦所入切窗的，无一项留会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这个5个阶段中间，咱会记得，其实毋免到第3个阶段。第1个阶段咱就已经足清楚，因为毋免对话。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，你毋免搁伫遐想来想去，足复杂。因为上帝话是简单清楚、正直光明。上帝话一入来，咱就知影，其实毋免经过真侪解说，咱知影通毋通。毋通搁踮遐甲人高高甜，魔鬼甲阿东夏娃就是高高甜，伊早就应该总提起，因为我的老爸、我的上帝甲我讲是安尼，你讲的无共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4项破口的结局，就是开始咱的心内有不安、有焦虑。有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，甲一个心理学家，因伫遐对话。伊讲人的焦虑，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内在的价值观起了冲突。我搁讲一解，你想看卖这句话。伊讲人心中会有跨路，会有不安，是因为伊的良心、伊的价值观伫伊的内心产生了新的这个冲突。那你即摆是毋是安尼？咱若做了一项唔好的代志，是咱过去感觉唔对的代志。伫迄个瞬间，咱受引诱跋倒，咱犯罪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咱就产生一种的不安。一摆不安，两摆不安，三摆不安，后来将做习惯，迄叫做辖制。所以有真侪人酒无法度改，有真侪人婚无法度改，有真侪人因为伊伫情欲的顶端有破口，所以屡次跋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圣经安尼讲，咱的信仰2000年来教会属灵的老师嘛安尼甲咱提醒讲，当攻击来临，当黑暗乌云夹杂咱的时，咱就开始警醒，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唔通听候甲迄个罪
甲魔鬼的念头伫咱的内底，定根长出伊的遐生根，独根生长。咱咧讲，若有看到生菇，你敢袂当甲顶悬的生菇切掉，剩的还阁摕起来食？咱拢知影，霉菌的物件是足可怕，因为表面若开始生菇，已经其实内部逐项迄个毒素的根已经探到规个物件，毋通贪迄个一喙，咱留迄个一部分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所听的姊妹，不要心怀鬼胎。咱咧听讲道足清楚，但是有当时咱伫生活中间会打折，为什么？因为咱拄着情境的中间，会甲一寡念头甲咱讲，迄叫做诈欺，迄叫做欺骗，迄叫做堕落，迄叫做诱惑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要听上帝的话，还是要听这个世间的声音？恁家己选择吧。约书亚讲，恁若感觉释放迄个伫大河，就是红海迄边埃及地的遐个偶像，恁若感觉迄个较好，恁就去释放。轮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所以听弟姊妹，愿咱花咱的手伫咱的心来讲，主啊，求你的保护，主耶稣求你的保护，洗清我的内心。就亲像将我的电脑中毒的电脑重新甲我安那，甲我灌防毒软体，甲我重新 format， 就是将遐程式重新甲我消掉。主啊，互我亲像穿一件新的白衫，互我成做一个新的人，旧的代志拢成过去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将咱的心内中间，互咱常常生出好的念头，是仁爱，是怜悯，是圣洁，是正直。是清气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搁再互私欲来迷惑咱。迄个鬼胎若伫咱的内底，伊就生出死亡的结果，伊就产生最然后根深蒂固，迄个困惑、捆绑跟辖制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的中间，今仔日的金句安尼讲，恁着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圣洁是一支入上帝圣殿的迄支锁匙，所以自古以来信仰的这灵修的导师拢甲咱讲起，品格是进入圣殿的第一个条件。所以听弟姊妹，穿圣洁，因为无圣洁的目睭就看袂到上帝，就谨慎行了咱失去上帝已经收拾咱的属灵的稳定，行了。魔鬼的毒根来扰乱恁，恳求天父上帝帮咱所听的姊妹，互咱听会了解，互咱的心讲阿们。互上帝的话继续甲咱讲，我所听的经字，我说要互恁的是一个贵重的祝福。所听的姊妹，我拄则一开始有问咱讲，恁若听恁的囡仔，恁甘愿意做恁的囡仔？生命的典范，所听的姊妹，我相信恁愿意，但是不但爱愿意，爱认真，因为因的囡仔是看着恁的背影来长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向上帝发出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来学习大笔甲约伯。大笔甲约伯伊安怎祈祷？伊讲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上帝就甲伊亲近。上帝嘛要将伊的话，就是伊的约来指示因。我的目睭要常常向耶和华，意思就是我要注目来看上帝。特别搁伫伊的诗篇中间16篇，伊讲我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我敬奉耶和华，用我的眼目，用我的心灵，用我的全生命来敬拜上帝。伊要拯救我，保守我的脚脱离迄个死亡的陷阱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当得胜，毋是出自咱家己，是圣神甲上帝的话。上帝早就已经定着，将咱赏赐予咱。这就是我拄则甲咱读的约伯记31章第1节。伊讲我与眼睛立约，我就爱这句话。约伯是一个真有深度，伊知影怎样来过得胜的生活。伊
伊讲我翻手伫我的目睭，我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迄个无好的引诱来入来。主，互我看到人就算做伊是赤身露体，我嘛无迄个无好的念头。这是无简单的代志。中国有一个人叫做柳下惠，恁会记无？伊讲，就算美女坐在他的怀抱，他也心思意念不会被干扰。要表示一个真有祈祷的人。伊讲我甲我的目睭立约，这句话基本上应该讲我甲上帝立约，我的目睭绝对无误用，我无误用我的情欲，无误用我的感官。所以另外一个翻译中文现代译本，伊翻译了更加浅白。伊讲我伫上帝的面前严肃的决志，我严肃的自我保证，我绝对不用淫乱的眼睛来看我身边的异性。今仔日无应该讲敢若只少女，因为今仔日这个时代，男男女女都可能会遇到情欲的诱惑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的祈祷。主啊，我要甲我的囡仔做为成长。那伫圣经中间讲的迄种的正直良善、尊严，阁有荣耀的画面，主愿我过这种的人生。主，我到我一生结束的时阵，当我的囡仔咧讲我的个人历历的时阵，因咧讲的，毋是讲我留偌济财产互伊。兄弟姊妹，你若听你的囡仔，除了做你的囡仔生命的典范以外，做伊的楷模以外，更较要紧，将比钱更较重要、更较价值的属灵的智慧教你的囡仔。其实这个世间有一寡物件远远超过金钱的价值，恁同意吗？但是这个世间偏偏人拢感觉钱是最悬的价值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世间有一种物件，伊叫做属灵的画面。人的存在尊严，人存在价值，人的品格，人的思想，人一生中间所留来永生的，比如说艺术作品，迄种的物件是远远超过金钱的价值。兄弟，家己的囡仔做伙读圣经，家己的囡仔做伙对圣经中间来找出来，什么是真正超过钱的价值的迄种的物件。愿天父上帝赏赐恁，会通因为对这个真道、对上帝的意念、对上帝真理的话来得到祝福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我知咱拢愿意。愿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祝福咱的教会，咱的青年真侪咱的愿望，也真侪咱明日的骄傲。看到咱的囡仔的成长，咱会放心。咱讲，主啊，阮知影这间教会是有愿望，因为你互阮的囡仔敬畏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教你的囡仔明白。你的囡仔若要明白这个功课，首先你爱明白同意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一个高度很低的父母很难开他的孩子的眼界。你敢知影？我毋是咧讲咱啦，但是咱爱知影，上帝伊讲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，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。咱今仔日享受上帝的教诲，伫讲道礼拜中间来解说上帝的话，就是咱心内爱愿意，咱爱愿意讲上帝，我进一礼拜堂上重要一个功课，就是要听上帝你的话一拍开，经过解说，对于我的帮助，互咱看到比钱更加贵重的迄个价值，主教咱做伙成长。箴言中间常常甲引诱，譬如做异性，淫妇，人去行奸淫，人甲妓女交合，人做错误的代志，将这个妓女甲淫妇当作是偶像，甲偶像甲人格化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知影远离破口，当然不止这三项，但是牧师甲咱分享。贪心是一个无好，贪心会永远无满足，所以愿天父上帝教咱帮助咱的信仰的前辈，因伫2000年来留一句话讲：够了就好。兄弟姊妹，这种的价值观念甲人生观无简单，
有一摆我伫台北坐车要倒来，排伫我后壁有一对年纪比我较大一点的夫妻，伊大概看到我这个十字架，伊甲我讲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就开始甲我开讲。我讲：“我面敢有遐水甲，互你看到基督徒？你会问我讲你是基督徒吗？”后来我上车了，我才发现讲，我才有一个十字架。就甲我开聊天，伊讲伊是住伫南部，伊倒去花莲，伊的老家是住伫花莲。伊开始讲，伊讲有一个外国神父，疫情开始发生的时阵，伊想到伊的故乡嘛拄着疫情的伤害，没有口罩，伊的故乡不安。恁还会记迄个故事无？迄个神父的故事经过报纸一报。无偌久，真紧台湾人就奉献一寡物资甲金钱，要送去即个神父的故乡。无偌久，无几日，即个神父就甲伊讲：“好啊，请你毋免阁奉献啦，安尼就有够。”即个故事打动着即对的夫妇。即个太太甲我讲：“只有你们基督教才会这么做，因为发现慈济安怎无款，较济都无够。歹势，我若讲毋对，得失着慈济的遮的讲道的。”师兄师姐，请大家谅解。我最主要毋是要讲啥物人较高尚，毋是。我要甲咱讲，贪心甲知足是两个冲突的。一个知足的人会有满足的喜乐，一个贪心的人永远都无够。咱要安怎养成一个会当抵挡贪心的诱惑？就是当咱也未拄着贪心的诱因，咱修行就开始安那，过了就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咧教咱有正面的讲法嘛，负面的解说。负面的解说是提醒人莫跋倒，但是正面的解说是教人怎样建立一个健康好的品格的时阵，以自然之人就袂去受着遐黑暗，没有那个影子。骄傲嘛是安尼，骄傲是跋倒的开始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伫情欲啉到的时阵，情欲有当时咱会当换头祈祷，情欲。伫咧教人灵修的导师，因常常看伫伊的腹肚，因为腹肚是腹肚枵的时阵，咱拢会咕咕咕咕咕。腹肚枵是代表情欲，代表所有的需要。所以常常教人祈祷讲，你为着你的情欲祈祷的时阵，你会当换手伫你的腹部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的情欲，毋是逐项拢是祝福。主求你照顾我的囡仔，我甲伊画十字架。我甲伊换手，我甲伊换头，我甲伊换腹肚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所有的这个诱惑远离咱。伫所有这个阶段，咱在第一个关键时刻，咱就甲上帝讲：第2秒钟我就已经有答案，因为上帝你的答案是清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诚侪咱的囡仔，除了箴言22章第6節以外，还有今仔日的圣经的根據。就是雅各書第1章，雅各書今仔日的第1章18節，伊講上帝照伊的旨意，用真理的話來生咱，叫咱佇伊所做的萬米中間，親像初熟的果子。教咱的囡仔一生行伫上帝的道路頂端，到伊一生的路尾。咱比咱的囡仔較早得去上帝的懷抱的時，咱的囡仔有緣正直四正。咱免看路，願天父上帝幫助。一個人若袂通照顧家己，伊要安怎會當照顧別人？一個人若袂當管理伊的家庭，伊要怎樣管理上帝的教會？一個人伊家己都管袂了，伊要安怎會通爭對世間的祝福，甲社會的祝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伫今仔日的禮拜，與光同行。耶穌講：我是世間的光，跟對我的人，無閣再行伫黑暗中，因為恁要得到生命的光。我甲咱約束，因為後禮拜我甲阮的家庭要有一段休困的時間。後禮拜即牧師無伫即個所在甲咱做禮拜。下禮拜就是10月1號，牧師的講道題目叫做“光行者”，行在光明當中的人。我最近讀一本冊，真感動。迄本冊名叫做 Lumina，Lumina 意思就是發光體。伊咧講起佇教會歷史中間20個影響基督教會歷史的人，
因拢是亲像耶稣今日所讲的，因为有生命的真光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上帝保守恁。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，咱学习做一个祷告，带你的囡仔学习面对诱惑的时阵做心门的祷告。主啊，若是魔鬼来敲门，我不要开；主啊，若是耶稣来敲门，我当然一定要开。所以你像昨暗暝早经就是查到启示录，伊第3章伊咧讲起耶稣所讲的话，讲我徛伫门外来拍门，既然听见我的声，拍开伊的心门，我就要进入你的人生，我就要进入你的厝内，我就要甲你同齐倒，我甲伊甲我要做伙同齐生命的宴席。所以你姊妹，关门开门是一个足紧的属灵的智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诱惑关起心门。在箴言中间，伊讲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来开始。所以你姊妹，今仔日要离开礼拜堂的时，你若愿意，不急着离开，不急着跟人家聊天，你当为着你的心祷告说：主啊，互我有好心，保守我。所有引诱试探临到的时阵，主互我会得到你的保守，黑暗袂通入我的心，遐个鬼胎魔鬼的意念念头袂通入我的内底，因为我一生的果效。会记得保罗讲：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；凡事都可行，不都造就人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活出耶稣基督的水，活伫耶稣基督内底的丰盛。因为主讲，我来是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你像第2个祈祷就是，我要怎样会通赢过歹？今仔日一开始，牧师甲咱解说讲，今仔日有90个圣经，旧约有2节，新约有7节，前2节甲后2节拢咧讲起因，就是当我若注目仰望耶和华，当我甲上帝誓约。我的目睭要独独注神，专心敬虔注意来看上帝。主要要学习今日牧师所读到约伯记31章第1节311，约伯记讲：我甲我的目睭立约，兄弟姊妹，我甲我的目睭，我甲我的心，我甲我的情欲，我甲我的念头，主啊，我每一项拢甲你立约。我无要有贪心，我无要有骄傲。我要有无好的遐个邪念伫我的心内，主我甲你立约，所以来听圣经怎样安尼甲咱讲。几礼拜前，恁会记牧师甲恁讲，活在神的面前无？我知影咱中间有人真咧认真咧听讲道，恁嘛会回应讲道，恁嘛会去实行迄个讲道的主题。Koram Deo，Koram Deo 的意思就是我上帝面的光，我徛伫上帝面前，上帝的灵在，我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无咧看，上帝咧看；人唔知，上帝知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时时刻刻经有这种的意识。上帝虽然今仔日路边落一包物件，迄内底唔知啥物物件，但是我连甲拍开，我嘛无要拍开，我嘛免甲看，我若捡起来，我送互警察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甲上帝立约，咱有智慧，甲咱的情绪、欲望、心思意念，学习约伯的祈祷讲：我的目睭，我甲目睭立约；我甲我的情绪立约；我甲我的欲望立约。愿主帮助咱，咱听讲道，毋是干那听圣经的知识，咱听讲道，毋是干那听圣经解说迄个知识，咱听讲道最重要。就是听到甲上帝立约的感动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的目睭立约，咱的手立约，咱的脚立约，咱的情绪立约，咱的意念立约，咱的欲望伫主的面前，求天父上帝互咱亲像约伯记31章，伊讲：我严肃的保证，主我徛伫你的面前，我宣告宣誓，我甲你立约。我生就是基督徒，我是为基督。也即你愿意安尼立约吗？主啊，我徛伫你的面前，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，
因为耶稣为我死，我要为伊活。也在常常安尼真严肃，徛伫上帝的面前，自我誓约，毋免誓约互别人看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，我要甲你严肃立约。我虽然无一定会得胜，但是主求你帮助我。主啊，我甲你立约，我无拄会当全然得胜，但是只要你愿意帮助我，只要你愿意帮助我。现在讲傻孩子，天父上帝讲戆囝，我较有可能无帮助你咧。我欢喜你安尼，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讲亲近伊的人，伊嘛要亲近伊。上帝讲，伊要将伊的话来指示你甲我。上帝讲，当你拄着陷阱、跋倒的时，免惊。伫迄个刹那之间，我要用我的手甲你牵起来，互你的脚离开迄个陷阱。哈利路亚！主帮助咱，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，毋通得罪上帝。老师毋是讲家己的话，35年来，我深深知影，我每一摆伫你面前所分享的圣经，我毋敢用我个人的立场甲恁分享。甚至如果若是一个真严肃的话题，我嘛会毋敢徛伫即个所在。我捌真早期伫咱的教会有一届的礼拜，就是咧讲起台湾独立的立场的事。我咧讲起台湾需要有即个主权的独立的问题，我解释我的理由。但是后来我徛落伫下骹，我讲当我讲某一种的想法是徛伫政治的立场甲恁讲的时阵，所听的姊妹，我毋是徛伫讲台甲恁讲，我是徛伫做兄弟姊妹的立场，甲恁交换咱对台湾前途的看法。兄弟姊妹，将上帝的话放伫恁的心内，免得罪上帝。阁有上帝的圣心要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最要紧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14节讲，爱将上帝水的话、良善的话放伫恁的心中，我靠圣神好好持守。主，我严肃甲你誓约，主，我要好好照你的教示，照你的话来行。兄弟姊妹，换手甲你的囡仔祈祷，讲互伊听。一摆未了解，两摆未了解，三摆未了解，有一日伊就了解。兄弟姊妹，人的思想的养成、品格养成，拢毋是一天，拢是不断提醒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将上帝话写伫咱的心内，直到咱得胜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有一寡习惯改袂掉，亲像拄则牧师解说那个诱惑的5个阶段，已经到最后一个阶段，是你无能为力。兄弟姊妹，不要放弃。无能为力就是上帝救恩的开始。耶稣讲：“我来到世间，不是要审判世间人，我来到世间是为着要拯救人，脱离黑暗的关系。靠着主耶稣基督，靠着上帝，愿上帝帮助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的上帝，阮何等的幸福！会当有你做阮的阿爸天父，阮何等的荣耀，会当生活伫你的话甲你的真光的内底。主耶稣基督，阮知阮家己的软弱甲欠缺，阮亲像早前2000年伫你身边的人讲：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救我！主，当阮往你恳求的时，愿你对天灵来圣神的大权能，甲阮所听的囡仔，甲阮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互阮正做你得胜的家己。阮当心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请咱来三甲吟圣诗，圣诗263首，来应答上帝的听。圣诗263首，至圣的天父，求你压落听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请咱准备奉献。
咱今日真欢喜，有阿强因全家甲宴会所，因倒来做礼拜吼。都演唱遐、演唱所因做咧倒来做礼拜。嘛有 Mariko 甲佑轩吼，因对日本倒来，因去日本演唱吼，上帝祝福因吼。咱做伙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咱也为着在线上做伙做礼拜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的听，甲咱三个弟弟。听伫恁的一生中，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。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主，阮同心祈祷，特别为着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，阮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每一个靠无你、敬畏你、亲近你的人。主耶稣，愿你用你的听来吸引阮快跑跟随你，互阮会当用因为你的听吸引阮来亲近你。主，求你照顾阮教会的士大人长辈。也照顾阮教会身躯欠安的姊妹兄弟，主照顾阮教会的心肝宝贝，就是阮每一个阮的细囝。求天父上帝用你的慈爱，用你的真光来帮助阮，互你的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家庭。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人拢得到主你的疼惜，甲主你的祝福甲帮助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唱这条诗歌，因为主耶稣的听。是阮一生最大的福分，阮恭敬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好不好？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。咱同心祈祷。主，你的查某囝安美，甲你的囝儿玉明来到你的面前，伫因生日的时来恳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。主，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，互因福分的杯来得到填满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祝福安美，互伊伫你面前来领受你天顶所赏赐各种的恩赐，拢是对天顶的上帝所赏赐。至圣的天父上帝。求你用真理的道、真理的话，甲你的念头来带领因，搁来一年中间365日。主每一天目睭天金的时阵，就听到上帝你的引出的声。每一天要困之前，往你祈祷，上帝你的圣神就伫梦中甲因三角地带，日出日落拢得到主你的保守。主要用你的圣神赏赐因智慧的心，成做一个好的生活的管家。通管理上帝你所赏赐因的活命，主伫你面前为着袂通伫阮中间做伙领受上帝你的祝福，过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，主啊，你亲自来祝福因，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，来请师会报告。请三个来看周报。本周聚会、祈祷会拜三暂停，青少客礼拜日1点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暂停。圣教服侍下周聚会请陈宗胜长老，领诗请陈英宏长老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司宪甲招待请林安禄甲我本人，爱餐请郭依玲。
姊妹。先眼讲读经表，请咱照即个顺序来灵修。集体交通第1点，10月份开始，每一个礼拜六下晡2点半到5点，有咱的儿童夜会。本期的内容是合唱、甲烘焙、体适能。欢迎主日学的囡仔来报名参加。第2，圣诞节有洗礼，请有感动的人有备心，并报名接受真道班的课程。第3，咱生日本周生日的有詹安梅、洪信琪、李信伟、洪在根、洪文琴、刘玉明、邱新宇，愿主祝福因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后有错误请咱的出纳人员来更正。大道事项，第1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祈祷。第2，为身心欠安的长辈甲兄姐来祈祷。第3，为教会青年的身心灵课甲课业来祈祷。第4，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。第5，为姊妹教会来代祷，有富林教会、自治教会、德克达雅教会。请咱来吟上迎信。我甲咱提醒补充报告，拜3祈祷会无暂停吼，因为牧师拜6才会出外，所以即礼拜拜3祈祷会牧师依然带领，但是后礼拜的周间拜3甲拜6的早间，牧师拢无伫咧吼。咱大家三体祈祷吼。请咱来吟上迎信诗511首。俄勒上帝至悬至尊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岛闭会。